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ames。當腎功能下降，尿液好臭，仲出現尿泡泡，係因為腎冇辦法過濾身體多餘嘅蛋白質，所以就會跟住尿液一齊排出，俗稱蛋白尿。其實喺香港每5個人就有3個面對腎臟嘅問題，每年有過千人面對腎病，要靠洗腎生命，過程真係好辛苦。仲會麻煩到屋企人，如果唔趁早調理腎臟過多嘅毒素，就會導致腎衰竭。呢度就介紹一款已經被證實有護肝養腎功效嘅北海道靈芝 Bio 靈芝，可以有效幫助肝腎排毒、消炎、抗炎、修復腎臟細胞，改善尿泡泡同蛋白尿嘅問題。唔使切，唔使煲，唔使熬，早晚各食2粒，每日幫你慳返3粒鐘，仲可以大大降低洗腎嘅風險。好消息 ，Bio 靈芝依家有做緊限時優惠，快啲點擊影片下方發信息嚟搶購優惠啦！阿 James 好有信心，一定可以幫到你。